大家好，我哋係心思。你有冇試過有好多願望，但係唔知點實現？感覺就好似永遠原地踏步。我哋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幾本書，提供超有趣，甚至有啲神神地嘅方法俾大家參考。記得按個讚，分享俾朋友，又或者訂閱我哋嘅頻道，等多啲人一齊嚟聽我哋嘅故事啦。其實之所以睇呢啲書，係因為幾個月之前我失去咗生命中最重要嘅一個人，嗰種心痛嘅感覺令我成個人跌咗入谷底，現在都未爬得返出嚟。喺嗰段時間，我真係咩草都想捉落去，只要有一線生機可以挽回，幾荒謬嘅方法我都願意嘗試。就係咁，我就開始咗我嘅顯化之旅。第一本睇嘅係關於吸引力法則嘅書，本書話要實現夢想，就要發揮想象力，喺腦裏邊想象目標實現咗嘅狀態，例如想象自己已經中咗6合彩，感覺幾爽啊！之後嘅事就交俾宇宙啦。但係可能係我太心急，我諗完又諗，越諗就越抑鬱。我覺得純粹做腦部運動，好似完全冇做過嘢咁，情況就好似射12碼嘅守龍門一樣，守門員好少企喺正中間，點樣都會撲左或者撲右。因為佢哋需要透過行動嚟顯示自己嘅努力。如果你都嘗試過類似嘅思想顯化，留言分享下你哋嘅經歷，我哋一齊圍爐取下暖啦。等等，故事未完。比起純粹嘅想象，我覺得一定要有啲嘢做出嚟先至夠踏實。所以我揾到一本超神奇嘅書，由靈性研究家櫻庭露樹寫嘅《與幸福相遇，招來奇遇的好運降臨法》。呢本書話，你唔可以坐喺度等運氣好，你要主動提升運氣。佢提出咗一個好爆嘅方法，就係洗廁所。點解係洗廁所？根據本書所講，係因為日本人相信廁所同宇宙相連，同埋有一位守護住廁所嘅神明，叫做火手金剛。只要心存感激，仔細清潔，不可思議嘅事就會發生噶啦。寫到呢度，我就諗起，我哋好少會對住個廁所講嘢，除咗會同佢講唔好湧上嚟啊。講返正題，咁我就開始每一日超興奮咁衝去洗廁所啦。但係我又諗，淨係洗廁所好似唔夠誠意，於是我又洗埋個露台，抹埋全屋。原本半個鐘頭搞掂，就變咗要做2個鐘頭，因為要返工，我就唯有5點鐘起身開工。結果樓下投訴我6點鐘喺屋企吸塵。雖然過猶不及，但係呢個方法至少令我覺得自己掌握緊人生，唔再喺度空想。你有冇試過做呢啲傻事嚟到求運？留言話俾我知啦。洗完廁所，我又揾到另外一本由靈性 YouTuber 石田92寫嘅《寫下來奇蹟就會發生》。比起前一本嘅瘋狂清潔，呢本介紹嘅方法就簡單好多，只要一支筆，3個願望，堅持100日。做法係每晚臨瞓之前攞本簿閉氣，用已經實現咗嘅字眼寫低3個願望，重複100日。點解係閉氣？可能係為咗集中精神，避免分心啩。總之照做啦，咁簡單。我寫咗一排，寫到手軟，但係覺得個人嘅目標感強咗好多，感覺比純粹想象同過度行動更加平衡。你有冇試過寫類似嘅日記？你覺得有冇效？留言分享下你嘅經驗啊！講咗咁多本書，從想象到行動到重複，我總結出一個願望成真嘅公式，就係心態加環境加定向，就係等於真正嘅改變。無論你而家信邊一套，最緊要就係開始行動。每一個人嘅情況都唔同，但係試下啦，可能你會發現奇蹟就喺你嘅身邊。你有冇其他嘅靈性方法？留言討論，我哋下次再分享啦。今次分享到呢度，大家又有冇試過靈媒，又或者寫未來日記啊？下次有機會我哋再同大家傾下。記得訂閱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